點解我哋總係跟某啲人呢係溝通唔嚟嘅呢？ MBTI 最核心嘅範疇，你係點樣去學習認知新事物嘅呢？你係實感嘅 S 還是直覺嘅 N 型人呢？畫面右邊係一個人，佢拎住放大鏡睇地圖嘅 S 人，佢好注重細節事實。左邊係一個拎住望遠鏡看遠方嘅星空嘅 N 人，佢注重事情嘅可能性同埋關聯性。睇到同一棵樹，有人係睇到葉子嘅形狀，有人佢係想到呢棵樹100年後嘅樣子。呢個就係 S 實感同埋 N 直覺嘅差異啦。以下係兩者喺生活場景中嘅對比例子。旅遊計劃嘅時候 ，S 型人呢就會拎出隻 Excel 表，列出火車嘅時間表啦、餐廳嘅評價啦、門票嘅價格，強調已知嘅安全感。而 N 型人呢就會拎出地圖畫圈，講我係想去感受下嗰度嘅文化氣息，細緻去到嗰邊再睇心情啦，強調未知嘅可能性。喺超市購物嘅時候 ，S 人呢就拎住一個清單，佢照清單買嘢，精確咁樣對照品牌、重量、價格。如果係想買嘅牌子冇嘅呢，佢會感覺到困惑。N 型人呢係靈感嘅採購人，睇到新鮮嘅食材，會突然間想到咁樣可以拎嚟呢做一道新鮮嘅菜喎。時時去買嘅嘢呢都係清單以外嘅。呢個就係 X 同埋 N 嘅碰撞啦。一個要實踐，一個係要意境。而家係自我快測，睇下你傾向邊一類型。而家呢係拎出紙筆，記低下你係 A 定係 B。下列每一對嘅詞語裏面，邊一個係更合你心意呢？記低 A 或者係 B。而家係結算時間，當你 A 係越多嘅時候，代表你係偏向 S 嘅實感型 ；B 越多嘅時候，代表你偏向 N 直覺型。以下有3方面嘅深入解釋。第一，核心嘅解釋。S 人實感型，佢好似一本百科全書咁；而直覺型 N 人呢，就好似一本科幻小說。S 實感型，佢精確具體，看重數據。優點就係靠得住，細緻滿分；缺點就有時太死板啦，睇唔見轉彎之後嘅風景。N 人直覺型，佢哋跳躍、靈感，看重關聯同埋未來。優點就係創意爆棚，大局觀強；缺點就容易想得太多，做得太少，腳不着地。職場嘅表現，邊個係你嘅神隊友呢？當 S 係遇上工作，佢會話俾我具體嘅 SOP， 我就能夠完成得非常完美啦。注意唔好讓佢哋處理冇前例可循嘅爛攤子，佢哋會好痛苦㗎。當 N 係遇上工作嘅時候，佢話俾我一個願景，剩低嘅我用靈感去解決。注意唔好讓佢哋咧做重複填表嘅工作，佢哋會覺得咧好悶㗎。溝通嘅地雷唔好踩中去啊！你對 S 說話嘅時候要講重點、講數據、講例子，唔好跟佢哋咧傾5年後嘅夢想，佢哋只係想知道明早要做啲乜嘢啊。對 N 說話嘅時候就要講方向、講概念、講挑戰，唔好用瑣碎嘅細節淹沒佢哋啊，佢會讓到佢哋咧失去咗耐性。結論：如果你係 N 人，你最受唔住 S 人嘅係邊一點呢？如果你 S 人，你冇被 N 人嘅天馬行空搞亂呢？歡迎大家留言分享。兩者睇嚟係似有衝突，但喺生活裏面係各有所長啊。我本身係有強烈傾向 N 型嘅，即係直覺型，但係基於我身體嘅限制，需要坐輪椅代步。
為咗避免突發嘅導致不必要嘅風險，所以我喺策劃旅行嘅時候咧，係培養出 S 嘅特質，而因此咧係拉闊咗自己認識事物嘅精確性。因此透過呢一次嘅影片咧，係對自己同埋身邊嘅人，相信會有更多嘅認識。人與人之間嘅差異，如果好好嘅善用，就更加能夠利己利人啦。聖經保羅中提醒信徒，佢話凡事不可結黨，不可貪圖虛浮嘅榮耀，只要全心嘅謙卑，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。一句名言啦 ，S 型係世界嘅地基， N 型係世界嘅窗口。地基穩固，窗口先能夠睇得遠。S 型嘅地基就代表咗現實、細緻同埋執行。如果冇 S， 想法只係空中嘅樓閣，缺乏咗落地嘅可能性。N 型好似窗口咁，代表願景、趨勢同埋可能性。如果冇 N， 生活就只係重複嘅瑣事，缺乏咗進步同埋想像力。